睇片前提提大家訂閱以下兩條頻道，仲要記得撳鐘仔。另外仲有一條頻道喺 Odyssey。之前講到興合合嘅黃色經濟圈已經開始瓦解啦。國安法生效之前，黃店之首龍門冰室首先宣布退出黃色經濟圈。國安法生效之後，黃店紛紛清拆店鋪裏邊嘅文宣，而黃店亦不時出現手足之間互相殘殺、欺騙嘅醜聞。黃店亦都常有貨不對版嘅情況出現，最為人熟知嘅當然係黃店初見嘅酸叔盤菜事件。暴動加疫情，有200萬人支持嘅黃色經濟圈都頂唔住，黃店紛紛執笠。呢間店死都要反政府，聲大大話拒絕用安心，希望吸引黃絲幫襯，結果都係開唔夠幾個月就執笠。龍門冰室又嗌頂唔住，前排俾銀行追債。佢老闆張俊傑又呼籲黃絲買飯券，黃絲就係冇骨氣，為咗錢可以彈出又彈入。鄭松泰亦唔再係只食黃店，開始幫襯藍店，食美心嘅生日蛋糕，去美心參加婚宴。黃色經濟圈近日忙住將中國唔要嘅山重鳳梨運嚟香港賣俾手足，陳雲仲親自為鳳梨加持，試過發嘅鳳梨食多多都唔覺飽，咁手足每日先至可以食得落18斤鳳梨，幫台灣人解決到鳳梨過剩嘅問題。雖然台灣鳳梨有蟲，品質冇保證，有時唔甜，有時有黑心，但係好彩價錢唔貴，大概只係賣15蚊一個。你好彩嘅話，總會揾到個好食嘅。不過黃絲好有義氣，佢哋願意俾多10倍嘅價錢去食台灣鳳梨，以示支持。繼鳳梨之後，大陸又開始禁台灣嘅鳳梨酥。黃絲又要開始俾錢買鳳梨酥啦。最新消息，台灣鳳梨危機越趨嚴峻，4月、5月嘅產量係3月嘅2倍以上。金雲真係唔知點食啦。不過原來食用鳳梨有一個鮮為人知嘅好處，可以令到女性嘅下體零異味，亦可以令到精液變甜。相信如果可以用鳳梨嚟製藥，可能會殺出一條新血路。